好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 Ken 哥廣播廣東有廣西嘅時間啦。今集啦，我係想講歐霸嘅決賽戲碼，曼聯對熱刺嘅。大家咧聽到呢個咁嘅戲碼咧，都會覺得諗，咦？呢場波係咪海軍鬥水兵嚟㗎？咁啊，難怪人哋咁樣諗嘅，因為咧呢兩隊波咧響英格蘭嘅聯賽入邊咧表現咧係非常之大起大落。講講而家佢哋嘅排位啦，36輪聯賽過後咧，曼聯係第16位，熱刺係第17位，絕對係一對孖公仔啊！好難怪人哋咁樣諗係海軍鬥水兵。其實咧，以佢哋嘅人腳啦、身價咧，其實咧應該係更加高嘅位置，最起碼係上半版比賽咧，甚至乎係 Top 6啊，或者係 Top 8入邊嘅一啲爭標分子嚟嘅。但可惜啦，今季佢哋喺聯賽表現大上大落，強差人意。但係喺歐霸成績咧，出奇地打得非常之出色咯。所以咧，今集咧想同大家講下啦，呢兩隊咧喺決賽入邊係咪真係海軍鬥水兵嘅戲碼咧？好啦，呢一場嘅決賽戲碼咧，我哋先講曼聯先。曼聯咧喺呢個歐霸杯嘅表現咧，其實非常之好，到而家為止咧都係不敗之師。佢哋喺小組賽咧就5勝3和嘅成績咧進入呢個直接入16強嘅。喺16強入邊咧，佢哋先後對西班牙嘅皇家蘇斯達啦，8強淘汰里昂，4強亦都擊敗畢爾包，昂然進入決賽。我哋先講下皇家蘇斯達先啦。皇家蘇斯達喺西班牙嘅聯賽入邊咧排名咧真係比較低嘅，所以咧曼聯咧係比較容易輕鬆擊敗咗對手。好啦，到8強咧對里昂咯。里昂當時喺法國聯賽入邊咧仲係有力咧爭入歐聯嘅位置度，所以其實實力咧係不容忽視。結果最後咧兩回合加埋咧好艱辛咁樣贏7-6，將對手淘汰出局。到4強咧係對畢爾包，畢爾包當時嘅排名咧已經係聯賽嘅第4位，已經係有資格咧踢歐聯嘅賽事嚟㗎，而且仲要捧為今屆嘅大熱門。喺呢兩場比賽入邊咧，其實曼聯發揮得係最好嘅，佢哋兩回合加埋贏7-1，痛擊對手，將畢爾包淘汰出局，昂然進入決賽。好啦，我哋講下熱刺咯。熱刺咧喺小組賽嘅成績係5勝2和1負，直接進入16強。喺16強嘅賽事入邊咧，首先對嚟自荷蘭嘅阿爾克馬爾，結果兩回合以3-2淘汰對手。跟住8強咧就係對住嚟自德國嘅法蘭克福，總比數以2-1擊敗對手，進入4強。4強嘅時候對住嚟自挪威嘅波杜基林特。波杜基林特咧好神奇，因為咧佢哋喺8強嘅時候咧淘汰咗意大利勁旅拉素咧進入4強，但係對住熱刺咧兩回合合計輸5-1被淘汰出局，所以熱刺能夠順利進入決賽。嗱，聽完兩隊嘅晉級之路之後咧，你哋可能都會問啦。點解呢兩隊喺英超聯打得咁差，但係不過喺歐霸打得咁好咧？咁其實咧可以歸納為兩個原因嘅，我認為嚇。首先第一個就係歐霸嘅強度啦，同埋速率咧，同英超比咧係有啲距離嘅。英超咧任何賽事咧可以踢到飛沙劈石、埋門衝撞嘅非常之多，但係喺歐霸嘅賽事入邊咧，速率相對較低。所以咧，英超球隊咧容易掌握到嗰個時間啦、節奏啦，甚至乎埋門嘅機會嘅。而第二樣嘢咧，就係嗰個時間表賽程問題啦。歐霸咧大概係2個禮拜咧先踢一次嘅啫，但係英超聯唔同啦。雖然話1週1賽，但係有時咧會1週雙賽嘅，所以教練團嘅準備時間咧都有唔同。歐霸時間較長啦，所以教練咧佢哋準備對下一場嘅賽事嚟講咧，時間亦都充裕啦，甚至乎咧唔淨止研究下一場比賽，下幾場嘅賽事咧，佢哋都會有更加多嘅時間去做收集資料啊、部署啊等等等等。但係不過英超聯唔同啦，基本上1週1賽啦，踢完之後佢哋好快又要做準備，然後跟住又要再比賽啦，相對備戰時間較短。
所以咧踢出嚟嘅效果就係時好時壞。但係反而歐霸咧，由於時間相對充足咧，所以踢得比較好咁解。咁曼聯同埋熱刺喺歐洲賽嘅表現係如何呢？曼聯咧計埋今次咧已經咧係第3次咧踢入呢個歐霸杯嘅決賽。第一次踢嘅時候咧就係2017年，當時咧係由摩魯咧帶領嘅，以2-0咧擊敗咗亞積士。跟住喺蘇斯克查嘅時代咧，亦都入過一次歐霸嘅決賽，但係不過12碼咧係輸咗俾維拉利爾嘅。今次咧係第3次咧已經踢入決賽㗎啦。咁究竟能唔能夠捧杯咧？當然啦，我哋要拭目以待啦。咁熱刺表現係點樣呢？原來熱刺咧喺2019年嘅時候咧係進入過歐聯嘅決賽，但係不過輸俾利物浦0-2咧，所以咧無緣奪標。咁之後佢哋喺歐洲賽事嘅表現咧，可以話係乏善足陳嘅。除此之外咧，曼聯咧其實應付決賽嘅表現咧係非常之好喎。過去2年咧喺足總杯同埋聯賽杯咧都攞咗冠軍嘅，所以咧喺決賽嘅經驗嚟講咧，曼聯咧係比熱刺優勝嘅。仲有就係今季嘅歐霸決賽啦，場地就係畢爾包嘅球場進行嘅。之前喺4強嘅時候咧，曼聯咧係去過畢爾包嘅球場咧進行比賽，所以對球場嘅熟悉度咧係優於熱刺。咁你哋可能都會諗啦，咦，曼聯攞冠軍未幾大嘅喎？咁其實咧，凡事都係兩睇嘅。我哋可以喺球員嘅心理質素嗰度諗下啦。熱刺喺今季同埋上一季咧，其實係未輸過俾曼聯嘅，對賽成績仲要係4勝1和添，4勝1和。而且喺今季咧，亦都係3殺曼聯啦，包括2場嘅聯賽啦，同埋1場嘅杯賽事。所以喺心理上咧，其實咧熱刺班球員咧已經贏咗曼聯㗎啦。當然啦，比賽咧又唔可以純粹講心理質素嘅，經驗亦都係好緊要。所以呢一場比賽咧，絕對唔係一場嘅英超聯賽賽事，係一場真正嘅決賽。一場過唔同聯賽輸咗，下一場攞3分咪得咯。但係今場唔同啦，如果呢場決賽輸咗嘅話，其中一隊係冇得踢下屆歐聯嘅賽事，亦都係冇錢啦。亦都同時咧對球員嘅心理上咧都有一個好大嘅打擊嘅。所以呢一場比賽咧，其實係一場為榮譽、為金錢，亦都為地位而戰嘅一場比賽賽事。所以咧呢場比賽咧，我覺得絕對唔係海軍鬥水兵，係一場5-5波，兩隊都係有得打嘅。好啦，今集嘅 Ken 哥講波講東又講西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噶啦。中意我嘅朋友咧，請你哋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頻道啦。仲有我係一位宴會同埋活動司儀嚟噶。如果你哋想揾我合作嘅話咧，歡迎你哋到以下嘅連結啦，或者 WhatsApp 嗰度咧揾我嘅。好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